大家好啊！今集我哋會帶大家去奈良。講起奈良，大家係咪淨係諗到餵鹿仔呢？除咗同大家去奈良公園探下啲鹿仔，我哋仲會帶大家去一間無五辛嘅素食小店食晏。餐廳有3款定食可以揀，包括每日午市定食、拉麵定食同埋烏冬定食。每款定食都包含沙律、生果、甜品同埋飲品。午市定食有4款餸、味噌湯同埋1碗白飯。當日嘅餸包括煎豆腐餅、春卷同埋蓮藕薯仔。味噌湯嘅配料主要有海帶同埋秀珍菇。拉麵嘅質感好彈牙，湯底好香麻油味。湯烏冬嘅表面有一粒粒好似迷你山根嘅食材，配料仲有金菇同埋腐皮。湯底嘅味道同拉麵嘅湯底好似，不過就冇咁濃。生果係橙同埋蜜瓜，而甜品就係3色團子。跟餐飲品可以喺飲品 menu 上面揀。餐廳有時可能會臨時休息，所以大家去之前記得要預約。可以用 email 同埋 line， 連 WhatsApp 都可以。喺奈良公園餵完鹿仔之後，我哋喺東向商店街入邊嘅一間日式甜品店食下下午茶，休息下。嚟日本當然要試下抹茶同埋蒙布朗啦，所以我哋就叫咗個栗子蒙布朗同埋數量限定嘅柚子抹茶味蛋糕套餐，配熱抹茶。抹茶嘅味道比較濃，而栗子蒙布朗入邊就係海綿蛋糕同埋紅豆蓉。喺東向商店街行咗一陣，我哋就搭特急列車返去南波。夜晚我哋去咗近鐵日本橋站附近嘅素食江南食飯。呢度係一間蛋奶素食店，主打中華料理，菜式可以客製化成為純素嘅菜式。落單嘅時候同老闆娘講聲走蛋奶就可以。煎餃係呢度嘅招牌菜之一，入邊主要包住椰菜、甘筍同埋木耳。素炒麵幾好食，口感似炒拉麵。用咗椰菜、大豆芽、甘筍、雲耳同埋芹菜一齊炒。高菜炒飯就似普通香港嘅炒飯，飯粒冇日本米咁煙韌。話咁快，關西之旅就嚟到第7日啦。今日我哋去返第3日食晏嘅 Mary Momo， 食返個豐富嘅純素日式早餐，之後就要搭車去關西機場啦。關於 Mary Momo 嘅介紹，大家可以睇返之前嘅影片。早餐只會喺平日星期1至5供應，時間係朝早嘅7點半去到10點鐘。總共有7款定食可以揀，全部都係純素。如果大家要走5辛，每道菜需要加220 yen。我哋叫咗純素拉麵同埋糙米飯定食。糙米飯定食好豐富，有5款配菜、味噌湯同埋糙米飯。飯團定食有2款飯團、沙律同埋味噌湯。
飯團係梅子飯團同埋昆布飯團。一連5集嘅關西找數之旅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會鍾意我介紹嘅素食餐廳。我已經將呢幾集提及過嘅餐廳同埋食評分享放咗喺我嘅 Instagram 上邊，大家記得 bookmark 定，為下次嘅關西之旅做定準備啦。下集我哋將會去曼谷揾食，介紹地道嘅泰式素食餐廳。當然唔少得掃街啦，咁我哋下集曼谷見，拜拜。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影片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更多朋友睇，仲有 follow埋我嘅 Instagram。